大家好，我係金特利，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單奇案。一位香港人鄧龍威喺2000年去菲律賓旅遊嘅時候，被菲律賓警方控告藏毒，由2000年7月開始被拘留，直到2011年正式判處終身監禁。而家2024年仍然身處菲律賓監獄之中。究竟事件嘅來龍去脈如何？仲有菲律賓監獄裏邊嘅一啲秘聞，我將會喺今集裏邊一一同大家分享。收睇之前，懇請大家先訂閱我哋嘅頻道，並且按讚，亦歡迎留言討論，多謝大家。首先介紹一下鄧龍威呢個人，佢1971年出生，中三畢業就去做水電冷氣學徒，後來轉職做酒店調酒師。1999年，鄧龍威同當時嘅同居女友分手，一直放唔低，決定放一個大假去旅行。咁啱佢有一個認識咗數個月嘅朋友張泰安喺菲律賓賭場當疊碼員，所以就去咗菲律賓揾佢去玩。出發時間係2000年6月19號，正係鄧龍威29歲生日當日。佢萬萬冇諗到，佢呢一次一去就24年，而且能唔能夠活住返嚟香港，仍然係未知之數。鄧龍威喺菲律賓玩咗差唔多1個月，喺準備返香港前一日，打算揾張泰安再食一頓飯，離開酒店坐上計程車嘅時候，就俾2名自稱警察嘅菲律賓人強行拉出車外搜身，同時奪走咗佢嘅皮包、手機、護照同埋手錶等財物。之後鄧龍威被帶到警察總部，喺辦公室，鄧龍威仲睇到張泰安同另外一個香港人嘅石雄。警察話俾佢哋知，喺佢哋住處揾到咗冰毒，必須喺3個鐘頭之內交出200萬披索，喺當年即係大約30萬港元，先至會得到釋放。鄧龍威等3人唔甘心被陷害，堅決抵抗。最後喺手槍指黑下，佢哋3人都被逼喺藏有冰毒嘅紙盒上面簽咗名。呢個就係後來入罪嘅證據。喺等候起訴期間，或者話警察等候佢哋付錢贖身期間，佢哋住喺警署嘅拘留室。鄧龍威形容呢地方為人間煉獄，環境非常惡劣。本來菲律賓政府係有經費去照顧呢班被拘留人士，但係錢都被貪污走咗。想要沖涼都先得付錢，警察先至會把水壩打開，而且佢哋經常被飲醉酒嘅警察毆打。喺警察局拘留室待咗8個月。2001年3月，鄧龍威、張泰安同邢石雄3人被調往市拘留所繼續拘留。呢個拘留所環境唔會比警察局拘留室好幾多，佢哋只係從一個人間煉獄去另一個人間煉獄啫。拘留所嘅容量大概係可以拘留800人左右，但係長期都至少有3500人以上，平均一個廁格供60人使用，基本上24小時廁格都會有人，所以好多人都會去公眾地方嘅坑渠大小便。囚犯嘅汗味同屎尿味混雜，環境惡劣可想而知。拘留所嘅整體環境就好似係一個小社區，有賣日用品嘅士多、大排檔、理髮店、美式撞球同埋投幣式卡拉 OK。願意付錢嘅囚犯可以瞓床，冇錢嘅就瞓木板，甚至瞓地上。既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自己俾錢先能夠獲得，而鄧龍威帶嚟菲律賓嘅錢早就用晒，而且佢亦都唔想求家人，佢個家人亦都唔諒解佢，覺得佢真係犯咗法，所以只好一邊問香港朋友借錢，一邊幫其他囚犯工作以賺取生活費。2000年9月，鄧龍威嘅案件展開第一次審訊，毛石雄請咗一位律師作辯護，而嗰位律師睇過案情，深信呢3個香港人係被誣告嘅，所以亦都出於憐憫之心，同時幫助鄧龍威同張泰安作辯護。律師更好有信心咁話：放心啦，或者只要3個月至半年時間，你哋便可以獲釋。可惜事與願違，律師向司法部撤銷控訴嘅要求失敗咗，而長達11年嘅拘留期間，鄧龍威等人上庭次數至少都100次。點解要拖咁耐而仲未審判同定罪呢？
主要係菲律賓警方希望鄧龍威佢哋肯付出嗰筆豐厚嘅贖身費。做咗咁多事情，將佢哋定罪送進監獄，對警方一啲好處都冇，所以警方一再拖延，就係想等佢哋嘅贖身費。鄧龍威本人則天真咁認為拘捕過程漏洞百出，警方進入房子冇搜查令，冇非警方嘅第三者證人，拘捕3人時從冇向佢哋宣讀過佢哋應有之權利同犯咗咩法，仲有警方嘅作供與鄧龍威嘅出入境記錄不符等等，相信最後判決將會無罪。另一邊嘅馮石雄已透過中間人同法官談好，用50萬披索，即大概8萬港元便可以脫身。鄧龍威同張泰安亦知道，但對佢哋2人嚟講根本籌唔到呢8萬港幣，而鄧龍威心裏邊覺得只要冇石雄脫罪，佢同張泰安亦都一樣可以脫罪，因為佢哋3人係一同被捕嘅。就因為呢個天真嘅念頭，鄧龍威錯過咗最後脫身嘅機會。2011年10月26號，菲律賓繼順市地區法院法官宣判，鄧龍威同張泰安罪名成立，江石雄則無罪釋放。鄧龍威同張泰安正式成為一個被判終身監禁嘅毒販。菲律賓終身監禁嘅刑期係40年，扣除假期大概係32年，即係話佢哋嘅釋放日期將會係2032年。鄧龍威被正式判刑之後，香港傳媒開始更加關注案件，英國外交部亦都去信菲律賓政府了解案情，因為鄧龍威係持 BNO 護照入境菲律賓。香港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同涂謹申亦都先後前往菲律賓協助鄧龍威同張泰安上訴，俾咗佢哋一啲錢，使鄧龍威喺2012年5月時擁有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機。之後鄧龍威打電話去香港網台節目恐怖在線，藉住講菲律賓嘅監獄鬼故，俾更多香港人知道佢嘅故事。喺菲律賓監獄裏面，只要有錢，使用手機、WiFi 甚至電腦都冇問題嘅。而因為有更多嘅香港人知道鄧龍威嘅悲慘遭遇，因此喺 Facebook 設立咗聲援鄧龍威嘅專頁。同埋鄧龍威同坐一條船嘅張泰安，不幸咁喺2016年5月14號因心臟衰竭離世，享年44歲。不過喺佢離世前16年嘅冤獄生活裏面，算係過得比鄧龍威好一啲。佢父親無間斷咁供養住佢，佢在囚期間仍然能夠揾到真愛，娶咗一位菲律賓人做老婆，並生咗一個仔。冇錯，喺菲律賓即使坐監仍然可以結婚生子，有錢就可以啦。2017年，鄧龍威決定用智能手機寫下自身嘅經歷同過去17年喺監獄裏邊嘅所見所聞，先後出版咗《黑獄5730日》同《黑獄6330天獄中秘聞》2本書。憑住此書得到咗當初覺得佢罪有應得嘅哥哥鄧龍彪諒解。鄧龍彪聯同義工四出奔走，誓要為細佬洗脫罪名。佢一直希望細佬能夠以無罪之身返屋企。而出版咗呢2本揭露菲律賓司法同監獄黑幕嘅書之後，鄧龍威喺2018年被沒收手機，並移往馬尼拉 New Bilibid Prison NBP 最惡名昭著嘅第14號倉，從此同外界斷絕咗聯繫。與此同時，鄧龍威嘅律師提交咗當年香港入境處嘅出入境記錄，作出終極上訴。2020年9月18號，終極上訴被駁回，意味住鄧龍威肯定至少要到2032年，即係佢60歲嘅時候，先至會重見天日。一位29歲嘅青年人就咁樣失去咗30幾年光陰，可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啦，鄧龍威嘅故事暫時就喺呢度結束，衷心希望佢可以提早健康咁活着返嚟香港。我哋下次再見。